本色。本色是甜伫文明国家的黏体，亲像西公仔想杯甲小我安尼，先白都未开才是忝。搁再讲，处理本色的步数，到今也有无法度十全十美，加减有寡败害甲欠点的所在。比一个例来讲，拖去屯海，带入去涂骹，拢是直接做一伙，刷去目睭看袂到的所在尔。本色同款原在，掉伫地球的涂骹兜，也无走位天顶尾溜去，实在嘛无热熬。这参挖甲规个街仔路，这一搭遐一撮，散去4颗链长，有啥精彩咧？啊那即阵上实行的，是甲规车的本色塞入去焚化炉，放火硬甲烧做火夫，甲准是无气的款。毋过，通过烟筒排出来的，是有毒的废气，蹲伫半空中，互风吹咧走，对雨伞啊，佮压落来涂骹兜，同款是污染着即块土地，害着咱的健康，嘛无啥物较强的所在。即阵啊，较会互人懊恼的，是资源回收的工课做甲不止啊彻底。无论官厅、社团、私人，拢有人真认真在做。特别是扣字纸歹当旧社的人，因是存好心，无嫌垃圾，才甲会用的资源倾出来卖钱。一来增加废物的利用，互本色减少去；二来佫会当互咱的环境卫生变较清气。即款善心人士，咱着爱甲尊存，甲因帮赞。基层的县市政府甲公所，嘛拢有在做扣喷、收本的工课，传免钱的桶仔，互家家户户，鼓吹正人逐工扣，派专人伫回收。望即项工课做会顺时久长。楼骹、楼顶、厝边头尾做好管事。正经是好心好行，功德无量。现出时的科技，无法度做到拢无本色的境界。毋过，要安怎设法减量，是大家拍拼的目标。安尼，咱的环境才有益，生活品质自然提悬，子孙世世有较好的日子通过。作者拿春水。